Hooray! Dressing! Try! Dash! 卡拉帕提，奥达达。Hooray! And start! Act! 各位嘉賓、各位童軍，主禮嘉賓現已莅臨，請保持肅靜。香港童軍總會九龍地域會操2022暨海空童軍推廣日現在開始，請各位嘉賓起立，各位童軍立正。Hooray! Stop! 卡拉帕提，奧達達。主禮嘉賓，處理懲教處處長朱國先生 CSPSM 現在進場，陪同主禮嘉賓進場嘅有九龍地域會操2025暨海空童軍推廣日籌備委員會主席、地域副主席陳建龍先生，地域會長陳黎慧玲女士 DBS， 地域主席汪正豪醫生，地域總監彭國權先生，名譽會長何榮高先生 STSABE， 名譽會長陳炳梅先生，名譽會長黃仲熙先生高成莊，名譽會長劉桂堂先生，名譽會長顏志雄先生，名譽會長伍燕梅女士 MH， 名譽會長黃俊雄先生，副地域總監梁婉冰女士，副地域總監殷思維先生，副地域總監鄭文康先生，活動顧問黃建新先生，活動負責人助理地域總監林友根先生。現在恭請吳超國處長接受地域旗隊、會操隊伍及樂隊嘅敬禮。Hooray! Grand Roll Salute! 現在升國旗，請所有嘉賓同埋童軍面向球場中央旗杆，一同唱國歌。Hooray! Will retire. Above. 請所有嘉賓肅立，各位童軍立正並面向旗杆。Hooray! Grand Roll Salute! Start! 剛才協助升旗儀式嘅係九龍第53旅、九龍第62旅及九龍第1361空童軍旅嘅代表。
佢哋都有參與地域本年度升旗比賽及步操比賽。請各位保持站立。現在進行復誓儀式，重申我哋嘅承諾。進行復誓嘅時候，請在場所有童軍成員行宣誓禮，跟住復誓者逐句復誓。首先進行小童軍復誓。我願參加小童軍，愛神、愛人、愛國家。現在係幼童軍復誓。我願盡所能，對神明、對國家盡責任，對別人要幫助，對規律必遵行。現在進行童軍復誓。我願以信義為誓，竭盡所能。我願以信譽為誓，竭盡所能。對神明、對國家盡責任。對神明、對國家盡責任。對別人要幫助。對別人要幫助。對規律必遵行。對規律必遵行。繼續有請吳處長為我哋檢閱會操隊伍，請各位嘉賓及童軍就座。Good afternoon, School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Parliamentary Parade 2025. 17 squad are now ready for the procession. Please. 同時有請陳建龍主席、陳黎慧蓮會長、江正本主席及譚國權總監陪同處長檢閱會操隊。
今日我哋好榮幸能夠邀請到署理懲教署署長吳超國先生擔任今次會操嘅主禮嘉賓。現在有請吳署長為我哋致辭。會操籌委會主席陳建龍先生，地域會長陳黎慧蓮女士 DBS， 地域主席江正滿醫生，地域總監譚國權先生，各位會務委員、各位總監、各位嘉賓、各位同賓，大家下午好。今日好高興同埋榮幸能夠獲邀出席九龍地域嘅會操2005暨海空童軍推廣日呢個盛會。香港童軍總會喺本港擁有最多成員嘅青少年制服團體，以青少年教育為核心嘅使命，為每位童軍成員提供多姿多彩、多元化活動同埋訓練。各位童軍嘅領袖亦成為成員提供正向嘅指導，分享各種經驗，用耐心同埋熱情去指導年青人正確嘅價值觀，為佢哋導向生涯嘅規劃。喺成長嘅過程裏邊作出明燈嘅指引，呢種無私奉獻嘅精神實在值得表揚同埋學習。喺多年嘅懲教工作裏邊，眼見住唔少嘅青少年人因為冇適當嘅指導、誤交損友，又或者參與咗不法嘅活動，導致誤入歧途，甚至係觸犯法例被判入獄，實在令人惋惜。懲教署深知道社會支持對建立一個更安全共融嘅社會嘅重要性，市民對在囚人士嘅以及更生人士嘅認知、諒解、接納同埋支持，係有助佢哋脫離再度犯罪嘅惡性循環。要達到呢個目的，其中一個最有效嘅方法就係進行公眾嘅教育。為此，懲教署致力推出咗多項嘅青少年社區教育項目，包括咗向青少年宣傳愛護家國、奉公守法、遠離毒品、支持失更新嘅懲教先鋒計劃，為爭取更多社會支持同埋參與，署方近年亦都係同唔同嘅區域舉辦咗各項協助更新嘅活動，期望喺未來嘅日子能夠同香港童軍總會多處合作。而據我了解，香港童軍總會以及九龍地域喺各個旅團嘅會長、主席同埋各位總監嘅帶領之下，過往一年為青少年提供咗多項優質同埋多元化嘅活動，致力青少年嘅教育工作，激勵佢哋自我學習同埋啟發，培訓佢哋成為一個有自立能力、樂於助人、有責任感以及勇於承擔嘅青年人。工作嘅成就實在係毋庸置疑。我相信香港童軍總會以至九龍地域嘅成就係依賴咗在場各位嘅努力。尤其係在場裏邊嘅傑出旅團、傑出嘅領袖，同埋獲得地域總監嘉許嘅主辦機構負責人，你哋抽出寶貴嘅時間同埋金錢，無私嘅奉獻，培育出一批又一批良好嘅公民。我藉此機會再次感謝你哋無私嘅付出。願我哋大家喺唔同嘅領域一齊努力，協助青少年建立正確嘅個人價值觀，加強佢哋國民身份嘅認同，讓新生代嘅青年人更加愛護香港呢個屬於大家嘅地方，為建設一個更美好共融嘅社區努力。最後，我衷心祝願在場各位身體健康、家庭幸福、生活愉快。多謝各位。多謝吳處長，請吳處長就座。接住落嚟會頒發九龍檢閱長實的王者2025各個比賽獎項。首先有請地域會長陳黎慧蓮女士 DBS 為我哋頒發快樂傘比賽獎項。得到季軍嘅係九龍第21旅。今年嘅冠軍係
九龍第1250旅。多謝黎會長，請黎會長就座。接住落嚟，有請地域主席江正本醫生為我哋頒發拳夫比賽獎項。得到優異獎嘅係九龍第90旅。得到季軍嘅係九龍第19旅。得到亞軍嘅係九龍第57旅。今年嘅冠軍係九龍第18旅。多謝江主席，請江主席就座。接住落嚟，有請籌備委員會主席陳建龍先生為我哋頒發升旗比賽獎項。得到季軍嘅係九龍第136旅。得到亞軍嘅係九龍第1361空童軍旅。今年嘅冠軍係九龍第62旅。多謝陳主席，請陳主席留步，繼續為我哋頒發步操比賽獎項。獲得優異獎嘅隊伍係九龍第19旅 B 隊。得到季軍嘅隊伍係九龍第19旅 A 隊。得到亞軍嘅隊伍係九龍第75旅。今年嘅冠軍隊伍係九龍第18旅。
謝陳主席，請陳主席就座。現在恭請吳處長移步到檢閱台上，接受地域旗隊、會操隊伍及樂隊嘅3歡呼。請陳建龍主席及譚國權總監陪同。Parade 進，卡拉 party 到達。Parade will remove headdress. Remove headdress. Hip hip. Hip hip. Hip hip. Parade will replace headdress. Replace. Headdress. 現在會操隊伍離場，請吳處長接受會操隊伍嘅致敬。Parade will move to the right in columns of 4. Right! Punch! Done. Parade will march past and march on. By the left! Quick march! Step bill. Step bill. Right. 會操隊伍係由地域旗隊帶領，今日一共有16隊會操隊伍參加分連式步操。首先操過檢閱台嘅係地域代表隊。九龍第18旅德信學校。九龍第19旅 A 隊，香港童軍總會，九龍第19旅。九龍第19旅 B 隊，香港童軍總會，九龍第19旅。九龍第53旅民生書院。九龍第75旅英華書院。九龍第1海童軍旅，香港童軍總會，九龍第1海童軍旅。九龍第11旅九龍華人書院。九龍第48旅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石硤尾會所。九龍第84旅
香港唐氏綜合症協會。九龍第93旅童軍團嘉密中學。九龍第120空童軍旅，香港童軍總會紅磡區區務委員會。九龍第122旅路德會協同中學。九龍第150旅，香港童軍總會紅磡區區務委員會。九龍第213旅佛教大雄中學。最後通過檢閱台嘅係九龍第1106旅惠僑英文中學。多謝吳處長，請吳處長就座，欣賞九龍第21旅童軍空地。
多謝九龍第21旅童軍風笛樂隊嘅精彩表演。現在係幼童軍團呼。而家透緊出嚟嘅係獲得今年傑出幼童軍團嘅幼童軍代表，佢哋將進行幼童軍團呼。團呼係幼童軍向阿基娜，即係向幼童軍團長致敬嘅儀式。有請吳超國處長移步到團呼圈接受幼童軍團呼，請陳建龍主席及譚國權總監陪同。
謝吳處長，亦都唔該晒咁多位幼童軍。現在係小童軍快樂散儀式。快樂散喺小童軍活動入面係不可或缺嘅元素，藉此訓練小童軍嘅肌肉協調、體力、運動知覺，以及讓佢哋體會到合作嘅重要性。依家喺球場中間準備緊快樂散儀式嘅係今年獲得傑出小童軍團嘅小童軍代表。唔該晒咁多位小童軍嘅精彩表演。現在係嘉許本年度嘅傑出女團。傑出女團獎項係嘉許喺過去1年有傑出表現嘅女團，從而鼓勵各女團單位喺行政、活動、訓練等各方面提升水準。今年一共有295個女團分別獲得金獎、銀獎及銅獎。獲獎嘅女團除咗獎座之外，亦會獲頒發優異女團彩帶，佢哋嘅成員亦可以獲得優異女團章。呢個章喺未來嘅1年都可以佩戴喺制服上面。首先有請紅磡區會長吳兆新博士，並由副地域總監梁婉冰女士陪同，將優異女團彩帶掛喺傑出女團代表嘅旗杆上，以示嘉許。紅磡區傑出女團有九龍第一港童軍旅、海童軍團、
九龍第120風童軍旅幼童軍團。九龍第120風童軍旅風童軍團。九龍第1272旅幼童軍 A 團。九龍第1525旅小童軍團。九龍第120風童軍旅新知風童軍團。九龍第1海童軍旅幼童軍團。現在我好，決定望住呢度，1、2、3，嚟多張，1、2、3。多謝吳會長及梁總監，請兩位就座。接住落嚟有請何文田區副會長李德進先生及副主席黃明君先生，並由區總監黃志堅先生陪同嘉許。何文田區嘅傑出旅團有九龍第2海童軍旅幼童軍團、九龍第78旅小童軍團、九龍第78旅幼童軍團、九龍第93旅童軍 A 團、九龍第205旅小童軍團、九龍第205旅童軍 A 團、九龍第205旅童軍 B 團、九龍第205旅童軍 C 團、九龍第1532旅陸行童軍團。好，望住啊嚟。咁望中間部機啦，住啊。嚟啦，張啊，1、2。好，有請。多謝李會長、黃主席及黃總監，請3位就座。繼續有請九龍城區副會長羅漢先生及副主席羅連雲先生，並由區總監林偉儀先生陪同嘉許。九龍城區嘅傑出旅團有九龍第53旅小童軍 B 團。九龍第53旅幼童軍團。九龍第84旅新知童軍團。九龍第84旅樂行童軍團。九龍第1064旅幼童軍團。九龍第140旅童軍團。
望住啊！望住1、2，嚟一張啊，1、2。OK， 好。OK， 恭喜晒，交翻佢。多謝羅會長、羅主席及林總監，請3位就座。跟住落嚟有請九龍塘區主席陳域聰先生，並由副地域總監梁婉冰女士陪同嘉許。九龍塘區嘅傑出女團有九龍第57旅幼童軍團、九龍第57旅童軍團、九龍第1250旅小童軍 A 團、九龍第1250旅小童軍 B 團、九龍第1250旅小童軍 C 團、九龍第1250旅小童軍 D 團、九龍第1250旅小童軍 E 團、九龍第6旅深資童軍團。多謝陳主席及梁總監，請兩位就座。繼續有請旺角區會長鄭文健先生及主席盧偉文先生，並由區總監彭寶星先生陪同嘉許。旺角區嘅傑出女團有九龍第10旅小童軍團、九龍第10旅海童軍團、九龍第15旅童軍團、九龍第15旅深資童軍團、九龍第136旅深資童軍團。望住我啊！嚟1、2，嚟一張啊，1、2。OK。多謝鄭會長、盧主席及譚總監，請3位就座。跟住落嚟有請深旺區會長楊學森先生及主席梁雁青女士，並由區總監何偉文先生陪同嘉許。深旺區嘅傑出女隊有九龍第75旅小童軍 A 團、九龍第75旅小童軍 B 團、九龍第75旅小童軍 C 團、九龍第75旅小童軍 D 團、九龍第75旅小童軍 E 團、九龍第75旅幼童軍 A 團、九龍第75旅幼童軍 B 團、九龍第75旅幼童軍 C 團、九龍第75旅幼童軍 E 團、九龍第75旅幼童軍 E 團、九龍第75旅海童軍團、九龍第75旅童軍 B 團、九龍第126旅童軍團、九龍第126旅風童軍團、九龍第249風童軍旅幼童軍 A 團、九龍第249旅幼童軍 B 團、九龍第1201旅幼童軍團、九龍第1230旅小童軍團、
九龍第1834旅小童軍團，九龍第1470旅幼童軍團。好，三個人移過嚟呢度啊，係啦。咁多位嘉賓可以過一過嚟，嚟個亞包廂啦。好，望下呢度啊，好。好嚟望住 ，OK， 好嚟1、2，嚟一張啊，嚟一張啊，可以啦，好，嚟一張啊。好嚟1、2，嚟一張，好嚟1、2 ，OK， 搞掂，可以，恭喜晒。多謝袁部長梁主席俾我哋三位教授非常中文。接住有請深水埗東區會長林振昇先生、主席顏志偉先生，並由區總監易瑞文先生共同嘉許。深水埗東區嘅傑出旅程有九龍第13海童軍旅幼童軍團、九龍第22旅幼童軍團、九龍第34旅幼童軍團、九龍第48旅幼童軍團、九龍第48旅童軍團、九龍第48旅樂行童軍團、九龍第62旅小童軍團、九龍第62旅幼童軍團、九龍第62旅童軍團、九龍第62旅深資童軍團、九龍第96旅童軍團、九龍第96旅深資童軍團、九龍第122旅童軍團、九龍第122旅深資童軍團、九龍第147旅童軍團、九龍第48旅深資童軍團、九龍第147旅深資童軍團。未掛咯。好嚟望住1、2，第一張啊，嚟1、2。OK， 得，搞掂。多謝陳會長、顏主席及營總監3位就座。喂，唔係話，關我咩事啫？深水埗西區主席顏元秀女士，並由區總監彭新華先生陪同嘉許。深水埗西區嘅傑出旅程有九龍第3海童軍旅海童軍團、九龍第8海童軍旅深資海童軍團、九龍第33旅小童軍團、九龍第33旅深資童軍團、九龍第90旅童軍團、九龍第90旅深資童軍團、九龍第212旅幼童軍團、九龍第213旅童軍團、九龍第257旅童軍團、九龍第1304旅幼童軍團、九龍第1315旅小童軍 A 團、九龍第1315旅小童軍 B 團、九龍第1315旅小童軍 C 團、九龍第1315旅小童軍 E 團、九龍第8海童軍旅海童軍團、九龍第33旅童軍團、九龍第90旅樂行童軍團、九龍第213旅深資童軍團、
九龍第1106旅童軍團。好，全部阿包湯啦。OK， 好，大家望住啊，嚟，一、二，第一張啊。多謝顏主席及譚總監，請兩位就座。接住有請郵政區主席許文傑先生及副主席雷永雄先生，並由區總監黎大恩先生陪同監隊。郵政區嘅傑出旅團有九龍第11旅風童軍團、九龍第19旅幼童軍 A 團、九龍第19旅幼童軍 B 團、九龍第19旅童軍 A 團、九龍第19旅童軍 B 團、九龍第21旅小童軍團、九龍第259旅幼童軍團、九龍第1826旅幼童軍團、九龍第1826旅童軍團、九龍第1370旅小童軍團。大家望住中間鏡頭啦，預備啦，好嚟準備一二，第一張啊，好嚟一二。多謝許主席、雷主席及黎總監3位就座，喺呢度再次恭喜各得獎旅團。現在頒發本年度傑出旅團領袖獎項。傑出旅團領袖獎項旨在表揚及嘉許過去1年嘅傑出表現之本地榮譽級旅團領袖。今年度一共有152位童軍領袖獲獎。獲獎嘅傑出旅團領袖分別有九龍第120旅旅長梁啟欣、九龍第120旅幼童軍團長李露珊、九龍第1272旅幼童軍副團長白曉晴、九龍第67旅深資童軍團長高海謙、九龍第205旅樂行童軍團長鄭文成、九龍第205旅童軍團長陳志豪、九龍第205旅幼童軍團長盧瑞聰、九龍第205旅小童軍團長夏永賢、九龍第205旅童軍副團長張愛英、九龍第205旅幼童軍副團長何幸如、九龍第205旅幼童軍副團長張少平、九龍第17旅幼童軍副團長黃淑儀。首先有請籌備委員會主席、地域副主席陳建龍先生、地域名譽會長何榮高先生 SBS NDE、陳炳門先生、黃仲熙先生歐盛莊、劉桂堂先生、楊志雄先生為我哋頒獎。
開心啊！大家後轉，大家後轉，大家後轉，伸縮少少，伸縮少少係啦。OK， 好嚟，望住1、2，另一張啊！等等啊，出唔到啊！好嚟1、2。OK， 搞掂。多謝各位頒獎嘉賓，請各位就座。接住落嚟獲獎嘅傑出女團領袖分別有九龍第140女、九龍第17女幼童軍副團長劉千里、九龍第140女幼童軍副團長陳卓賢、九龍第1361女空童軍團長黎思華、九龍第1361女幼童軍團長鄧詠雯，九龍第10女海童軍團長陳幸儀，九龍第75女幼童軍副團長余大為，九龍第75女幼童軍副團長陳俊豪，九龍第75女幼童軍副團長曾漢威，九龍第75女幼童軍副團長黃海明，九龍第75女幼童軍副團長彭勝標，九龍第75女小童軍副團長阮家聰，九龍第1475女幼童軍團長黃嘉玲，九龍第1555女童軍團長張偉強。繼續有請地域名譽會長伍以梅女士 M.X. 黃俊雄先生，地域副會長沈振宇先生、余煥華先生、黃盈先生、譚光嬌女士為我哋頒獎。我影邊度？阿華哥幾時到啊？幾時出現？呢一大照可以。好，咁多位，我哋望一望中間嘅鏡頭啦，預備笑啦。多謝咁多位頒獎嘉賓，請各位就座。接住獲獎嘅傑出女團領袖分別有九龍第13海童軍隊幼童軍團長孫志聰，九龍第42女幼童軍團長鐘浩輝，九龍第48女幼童軍團長于曉瑩，九龍第48女幼童軍副團長陳樂妍，九龍第62女幼童軍團長李寶文，九龍第62女幼童軍副團長鄭小娟，九龍第62女小童軍副團長倪小燕，九龍第33女深資童軍團長曹文慧，九龍第33女小童軍副團長冼秀玲，九龍第33女小童軍副團長賴文蓮，九龍第1106女幼童軍副團長謝志安，九龍第1315女小童軍副團長劉欣琪，九龍第1370小童軍團長林淑芝，九龍第1826女幼童軍團長何婉瑩。
現在有請地域副主席顏明秀女士、簡榮耀先生、副地域總監梁元冰女士、殷思偉先生為我哋頒獎。另外有請地域副會長周家強先生、黃志恒先生出嚟影大合照。係有邊兩個未攞？係嗰邊兩個未攞。好，呢度。好，跟住可以，你嘅一隻可以影晒。OK，可以行過嚟呢邊，係行喺你側邊啦，係啦，放喺下方窗啦，係啦。好，望住我呢度啊！好嚟1、2，第一張啊，1、2。OK。OK 㗎啦，OK 㗎啦。多謝各位頒獎嘉賓並幾位在座。現在頒發地域總監嘉許。地域總監嘉許嘅設立係為咗表揚各旅團主辦機構及負責人多年嚟對九龍地域全軍運動嘅支持。現在恭請地域總監譚國權先生為我哋頒獎。今日出席嘅獲嘉許人士有九龍第1097旅聖公會服愛小學校長梁浩偉先生。九龍第1272旅馬頭涌官立小學校長陳業竹女士。好，嚟多個啊，預備呢度，1、2、3，嚟多張1、2、3。呢個水人影影第一次入呢啲，幫我一解嚟。得啦。我嚟望住啊！我嚟1、2，第一張1、2。OK。
龍第30隊聖公會蔡公開中學校長曾佩如女士。等，等一陣先。好嚟，我都得，好嚟，按住啊，嚟1、2 ，OK。好嚟，望住啊，嚟1、2。OK。九龍第202隊陳瑞琪喇沙書院校長李寶珠女士。好嚟望住呢度啊，嚟1、2，嚟一張啊 ，OK。九龍第84隊香港唐氏綜合症協會總幹事吳維勇先生。捲埋兩次，捲埋都仲有一個比較難。好嚟望住1、2，嚟一張啊好嚟一張啊，好嚟1、2，嚟一張1、2 ，OK。九龍第1212隊中華基督教會培靈中學校長葉昌華先生。好嚟望住啊，嚟，好嚟1、2，嚟一張1、2 ，OK。仲有，好嚟一張啊，好嚟1、2。嚟張1、2 ，OK。九龍第1533隊九龍定良堂幼稚園校監楊玉華女士。九龍第35隊女務委員會會長譚錦星先生。好嚟望呢度先，嚟1、2，嚟一張啊1、2，好其他嗰啲，好 OK。好嚟望住啊，嚟1、2，有一張 OK。九龍第136隊女務委員會主席郭文林先生。好嚟望住嚟1、2。嚟一張1、2 ，OK。好等，好嚟一張啊，好嚟1、2，有一張 ，OK 得。九龍第202隊深水埗官立小學校長劉培珊女士。好嚟望住，好嚟好嚟1、2，嚟一張1、2 ，OK。九龍第130隊民社服務中心陳幹事呂錦成先生。好嚟望住1、2。嚟一張啊，1、2 ，OK，得。
第三隊，九龍第三隊隊務委員會會長黎景謙先生。好，嚟望住啊，嚟呢度1、2，嚟一張啊，嚟1、2 ，OK。九龍第138隊港商會中學校長周修良先生。好，嚟望住呢度啊，嚟1、2。嚟一張，好嚟望多張之後1、2，嚟一張要未？得。九龍第1686隊南山區街坊福利會理事長葉國堅先生。哦，好。嚟一張啊，1、2 ，OK 得。九龍第130隊天主教新民書院校長余華彪先生。好嚟1、2，嚟攞張1、2，嚟未影 ？OK。多謝譚總監，請譚總監就座。現在有請地域會長陳黎慧儀女士、地域主席方正本醫生及地域總監譚國權先生為我哋致送紀念品與主禮嘉賓。請處理懲教署署長袁超國先生接受。OK， 好嚟準備啦，1、2，有一張啊。OK。多謝黎會長及方主席，請譚總監勞步。有請譚總監為我哋致送紀念品俾九龍地域會操2022暨海空童軍推廣日籌備委員會主席、地域副主席陳建龍先生，請陳主席接受。好嚟望住1、2。多謝譚總監，請陳主席勞步。OK。唔使啦，咁好啦，我影到晒就得啦，係嘛？請陳主席致送感謝狀俾協助今日活動嘅單位。首先有請九龍第21旅童軍風笛樂隊嘅代表接受。準備啊，嚟1、2，有一張1、2 ，OK。接住落嚟有請青少年活動處步操教練隊代表接受。好嚟望住我啊，嚟1、2，有一張。
OK。最後請香港緊急醫療服務部嘅代表接受。攞嚟望住1、2，攞嚟1、2。多謝陳主席，請陳主席繼續報告。現在有請籌備委員會主席陳建龍先生為我哋致謝詞，有請陳主席。處理懲教處處長吳超國先生 ，CSDSM 地域會長陳麗慧蓮女士 ，ABS 地域主席江正滿醫生，地域總監譚國權先生，各位名譽會長，各位總監，各位本部委員，各位嘉賓，各位同賓，大家好。今日係香港童軍總會九龍地域舉行九龍地域會操2025暨海空童軍推廣日嘅日子。今次活動旨在係聚集我哋九龍地域嘅童軍們聚首一堂，重申童軍嘅規律同埋誓詞，並藉此機會表揚過往1年傑出女團領袖、傑出女團主辦機構嘅人員同埋熱心童軍運動嘅人士。今日聖務處理懲教處處長吳超國先生親臨主禮，各位地域同埋區嘅本部委員、總監、各位嘉賓、各位女團領袖、成員同埋家長嘅支持，不勝感激。本人謹代表香港童軍總會九龍地域向各位致以衷心嘅謝意。童軍運動嘅目的係在於促進年輕人嘅身心同埋精神嘅發展，等佢哋日後能夠成為良好公民，有助於社會。而過去1年，九龍地域喺一眾領袖帶領之下，共有322位青少年成員考獲支部最高獎章，包括243名有童軍考獲金紫荊獎章。69名童軍考獲總理就獎章，9名深資童軍考獲榮譽童軍獎章，以及1名樂行童軍考獲貝登堡獎章，成績係非常突出嘅。咁當然能夠有咁好嘅成績，實在有賴一班童軍領袖同埋主辦機構嘅投入同埋支持。因此，九龍地域每年都會舉辦傑出女團選舉、傑出女團領袖選舉同埋地域總監打後嘅。本年度獲得傑出女團共有293個單位，傑出女團領袖152位，地域總監嘉許53位。所以，我希望在座獲獎人士繼續支持童軍嘅運動，同埋希望能夠保持大家嘅初心，宣揚開去，等大家朋友同埋大眾可以多啲參與童軍同埋支持童軍嘅運動。咁最後，我再次多謝出席嘅嘉賓、女團代表嘅支持同埋鼓勵，各傑出女團領袖獎勵計劃嘅評審委員會嘅評審，九龍第21旅童軍風地樂隊嘅表演，青少年活動處步操隊嘅表演，同埋香港緊急醫療服務嘅服務。當然，希望我想借大家掌聲，俾啲掌聲我哋嘅各位童軍同埋出席嘅大家。因為冇咗佢哋今日嘅辛苦，係冇可能有今日嘅成會嘅。最後，我謹祝大家身心康泰，事事順利。多謝各位。多謝陳主席，請陳主席就座。現在係影大合照嘅時間，請各位嘉賓繼續留喺座位。我哋嘅攝影師現正安排拍攝大合照。首先有請主禮嘉賓同埋
主禮團拍攝大合照。好嚟，準備1、2，有張，再嚟一張，好，望住啦。好，準備啊！1、2，有一張，斜唔斜得到啊？你眼燈未到唔到喎？OK。然後有請主禮嘉賓及主禮團移步到望向看台嘅左方，同傑出女團獲獎代表同埋傑出女團領袖獲獎人士拍攝大合照。啱㗎啦，冇梯啊，你冇踢腳板啊，係咪？幫你唔變到門手就坐喺嗰個後邊嘅影一定冇㗎啦。難我添，市區嗰啲唔係申請啲難我。好 OK， 各位望住呢度啊，嚟準備。加幾多啊？好盡，最後嘅。夠啦，呢個位啱啱好啊。好，準備1、2。最後有請主禮嘉賓同埋主禮團 OK。移步到望向看台右方，我補一補啊。各位右位。望呢度啊，我哋補個預備1、2，嚟多張1、2、3。OK， 去咗嗰邊影相。嗰邊。哦，OK。我做好啊！廢機你睇下。唔好講快。唔快。OK， 好，準備啦！好嚟，準備1、2，第一張1、2。好，望埋呢度啦，預備1、2、3，嚟多張，預備1、2、3。可以 ，OK。提所有獲獎嘅傑出女團代表，你哋嘅傑出女團獎座同埋今年嘅優異女團將會喺會操典禮結束之後，喺籃球場裏面嘅攤位進行派發，請大家移步前往領取。九龍地域會操2022暨海空同軍推廣日現已圓滿結束，多謝晒咁多位嘉賓同來賓。